另外消息，咱要做伙来关心的是交通部来公布汽车查日纸的指引，建议讲这车内头前玻璃的通光率要爱70%以上，也若政府驾驶的车窗是爱40%以上。若准是驶计程车的，安尼后壁的车窗也有后斗的玻璃，嘛是同款爱伫个40%以上，就是为着要确保这驾驶会当看得清楚。 将隔热纸高温塑形了后，裁减适合寸手，刷来个清洁车窗，开始施工打隔热纸。为了加强驾驶行车时啊辨识甲操作安全，交通部公布汽车车窗甲挡风玻璃打隔热纸使用指引，以车辆比条做主要分别。一般车建议前挡打下当见光透过率70%以上，前侧窗40%以上的隔热纸。计程车时，后车窗甲后挡窗拢是40%以上的隔热纸，目前是参考建议。115年了后，新车会强制立管，也有法则。它是一个这个宣导。 哦，也是增加国人对于这个粘贴隔热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建议哈。那目前大概规划就是明年哈，那这个交通部还会再另行公告实施的时间点哦。那会从这个新车开始来执行。公路局表示，为了协助民众确认隔热纸符合建议，已经请隔热纸业者将产品送检，符合标准产品会公布伫监理服务网业者表示，保证民众惯习使用的大部分拢是40%左右的隔热纸。新规定是为了增进交通安全，虽然还未强制实施，已经有人直接打70%的隔热纸。 一样的 CP 值，一样的价位，但是只是说你的隔热效果变成是最透的，所以就是会最差的那个阶级，就是会隔热效果会差一点。 配合政府的美意啊，因为毕竟生命还是比隔热重要。现在他先推出一个指引哦，那指引里面有说大家应该要怎么做，那这个时间就是民间可以准备的时间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路检法规搁进一步，要毋过目前新制无追究以往无法规范旧车，也希望会当设置落地条款，一步一步推动隔热纸透光全面提升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